为着要防止民众伫车祸了后逃走的行为，这新北市对6月初1开始，就要来推动检举新制。但是民众会当提供车祸的影片，这检举的奖金上济有1万块。 警察记录其实翕到一台奥多拜，是技术超车无超好，去下到另外一台奥多拜，造成这无辜的技术是摔甲真惨。但这肇事技术毋若无道，车去共看一个，颠倒是油门吹来浪讲。亲像这种遭盗事件是一直出现，为着阻挡遭盗的行为，新北警方是提出检举的新制，6月初1开始，只要检举到奖励金。协助警方在厘清意外的发生或怎么样之类的话，我觉得整体来讲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啦。最主要应该是说可以帮助到这个事件能够更快的水落石出。新北市警察局讲，只要民众提供交通事故肇事倒影，还是道路交通事故录影资料，帮助警方来厘清肇事，还是交通事故的原因，都会当来领检举的奖金。首先会当登录警方的 App， 在申请服务专区点交通事故影音上传平台，再搁写事故车祸地点、时间这资讯提供给警方。审核的结果，警方会用书面通知，再搁发奖金。若提供的是道路事故影响，上低奖金1000，上悬5000；但若是提供肇事倒影的影像，奖金对3000到1万。其实有时候在可能事故有些死角的部分，我们还是会希望说民众可以，如果有好心人可以提供我们事故影像的话，我们可以把案件厘清得更全面。警方讲，民众检举是实名制，若是无写名，还是提供假资料，还是共一个交通事故已经领过奖励金，拢无法度搁发奖励金。希望新制上路了后，会当帮助警方调查交通事故和肇盗事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